公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共读的圣经暂时记载伫约翰福音第6章51到58节。约翰福音第6章51到58节，咱来读，请。我是活的饼，对天甲落下，人若食这个饼，就活到永世界。我所要予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的活命，才想事的。对安尼，犹太人诚真讲，这人敢会用伊的肉予咱吃？伊耶稣甲因讲，我是先甲恁讲，恁若无食人父的肉，无饮伊的血，就恁会来认无我。食我的肉，饮我的血的人，就因我。所以我要予因搁我。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实通饮的。食我的肉，饮我的血的人，伊踮伫我，我也踮伫伊，亲像我的爸找我，搁我对爸来活。食我的，要对我来活，也是安尼。这就是对天甲落的饼，毋是亲像列祖的食玛纳也是去。食这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界。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咱即个是请到林云昌牧师来为着咱讲道。讲道题目是人真正的需要，人真正的需要。咱请林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天下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也求主你互阮会通对你的话有更较侪的明白，也求主你的神甲阮三角之地，开听你的话，互阮会当来遵行。主，阮伫即时恭敬要来恭守你的话。阮安尼感恩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咱知影讲咱的基督教会有侪即种社会福利的机构，譬如讲，亲像咱讲世界展望会伫6月份的时阵，阮教会有因有来甲阮致接啦吼，所以讲因咱知世界展望会除了G20-30之外，因阁有做侪即款的服侍的工作，譬如讲因有咧援助一寡外国较弱小的国家人民生活较困苦的，也是讲伫咱台湾有一寡弱势的家庭因嘛拢有咧照顾，所以伫即摆来的时阵，伊就甲阮介绍讲因所做的事工。然后又讲着邀请阮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对伫一寡地区的人，譬如讲逐个月捐献偌济钱，固定的定额来帮助因对咱来讲可能是几百箍啦一个月可能是几百箍，但是对迄个所在的人来讲，可能就是若是因需要的帮衬，过来就是讲世界展望会因会将遮的钱分配。毋是讲甲钱拢摕互遮个人因是甲遮个钱照比例分配，有诶是去办学校，有诶是去改善因诶徛起诶生活环境，甚至有诶是帮助因学一寡技能会互因会当生活。所以咱诶教会诶相关诶即种社会福利诶事工，我想咱应该有真侪诶认捌甲接触啦吼。咱总会嘛有即个教会甲社会即个事工，譬如讲咱最近前阵毋是即个日本嘛地震嘛吼，过来咱台湾嘛地震，过来咱7月份的时阵，咱台湾有风台伫中南部有做大水对无吼？所以咱教社部、咱总会教社部拢会发起遮个消息，甚至去了解咱遮个所在，毋管是咱台湾好，还是日本也好，还是其他的所在。亲像咱咧战争即个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相战2年外对无？所以咱嘛有派人去乌克兰的所在去甲因帮衬，所以这就是咱会通知影讲
教会对伫社会，咱有看见需要，咱有看见需要，所以毋管是咱的总会也好，也是讲咱属伫教会的做社会福利机构，其实拢是对咱的即个整个世界，也是讲咱台湾的环境有真侪的看见甲即个帮赞。即款的工课，其实伫耶稣的时代，咱会通看见吼。咱知影讲，咱即个约翰福音书第6章吼，咱若等于看头前面的部分，咱会看见讲，伫第6章的时阵，耶稣有真侪人跟缀伊吼。伊讲敢若查甫的就有5000个啦吼，查甫的就跟缀耶稣，要听耶稣来讲道理的人有5000个。所以意思是讲，敢若查甫5000个以外，佫包含女性、妇人人，佫有遮个细囝。所以有诶圣经学者伊就讲，可能凡世要万外人至2万人。当遮个人跟缀耶稣了后，伊要听耶稣咧传讲诶信息，然后时间暗嘛。咱来看头前面约翰福音书头前诶即个6章诶头前诶时阵，咱就看见讲耶稣就家己诶门徒讲吼，讲咱要去安怎互倒位买物件，互遮个你看万外人要2万人食。咱教会有办过一寡活动对无吼？应该有啦吼。有时阵办活动，特别是要办有爱餐的，也是讲圣诞的主餐的。若是讲要咱家己煮，轻松也无轻松。去用分派着即个工课的当工，有压力啊无？惊穿无够对无？有时阵佫惊讲遮个菜无够青草等等。咱可能拢是干那几百个人的即个活动尔，对无？有时200个，有时300个。你甲想讲耶稣迄个时代，耶稣遐侪人万外人要跟缀伊来听伊传讲道理，然后伊交代伊学生讲，咱要去倒位买食的互因。若今日是咱的长老去用分配即个工课，毋知会安怎？也是讲像阮遮个牧者伫中会内底有服侍，然后分配讲，这位牧师也是因像无输恁注意一下吼，咱即摆要办伫倒位吼？比如讲，咱有几十周年庆，可能有几落千人，爱准备遮个食的物件，会烦恼袂？会会烦恼。所以咱的主耶稣基督，常常拢是看见人的需要。咱来看咱的4本福音书吼，咱拢会看见讲，耶稣拢有一个怜悯的心，毋管是看见人伫家顶面的需要。或者是讲人伫破病中间的需要，所以常常伊咧医治人，伊替人赶鬼，这拢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伫伊道成肉体降生伫咱的即个世间的时阵，伊伫世上所做服侍的工课。所以其实伫咱的信仰中间，看见人的需要，然后对人来付出。这本来就是咱主耶稣伊家己有做的代志，敢毋是？所以咱今仔日咱咧讲总会每年的8月第3主日，有定即个教会甲社会的事工，意思就是讲，咱教会伫即个世上，即个世间是咱的主上帝所创造的。那安尼，咱敢无应该学习咱的主耶稣基督？看见世界需要，然后伸出咱会当做手来甲因帮助吗？有需要啊无？有啦吼，有需要。所以咱会通看见讲，无论是早前马凯博士来台湾，伊做啥物工课？医疗团队对无？过来伊有办学校无？你若有去即个淡水去真理大学吼，也是讲去淡江中学吼，你去去参观的时阵。遐个校牧也是讲遐个服侍的同工，伊会甲你讲较早马介牧师伫台湾比如讲去到淡水教会边你著看嘉医馆，也是讲你去到伫即个淡江中学的学校内面有即个女学堂对无？女学堂是做啥物用？就是互早前150年前的遮个妇人人无法度受教育的开始开始接受教育，所以。无论是咱看见的，咱一开始咧讲的，即个教会的机构，咱总会的事工，甚至咱知影讲伫咱北部马介牧师来台湾宣教时阵，伊嘛是一4月去医疗团队，伊共挽喙去，
讲满万外粒对无？吼，来台湾20几年的中间满万外粒喙齿。啊，像阮查某囝昨我咧甲青少年咧聚会，吼，伊伫厝诶，无顺量陪3个细囝，结果就听见讲啦，伊甲我讲，阮迄个大汉的去甲另外迄个妹妹咧佚佗，弄到伊的头壳，喙就流血啊，喙流血了，好佳在阮边仔个气口有开，就进去就因为你无医哦，伊敢有随甲你看？无呢吼，你着爱等甲安那，等甲医院底爱看的人看完了，才有甲你看对无？咱即摆算真方便呢，特别是咱大台北的地区的时阵，咱就算讲无你要去病院去诊，敢会使？嘛是真方便啊，对无？咱邦桥才有阿东病院啊，吼。搁去台北市后马街病院，后中基病院等等。所以其实咱伫台湾的所在，咱就已经知影讲咱的医疗真方便。但是你甲想象一下，150年前你若喙齿疼，真正是安那？你有法度想象无？其实咱即摆拢感觉咱真方便，咱拢袂感觉讲这代志真艰苦。咱的细囝若伫即摆吼，咱即摆少子化对无？意思讲即摆愈生愈少，有诶甚至无生。咱看咱最近这2-3年，即个疫情过了后，逐种诶病毒拢流行起来。所以有诶囡仔伫厝诶，着迄个腺病毒恁知无？就是一种诶病毒，然后着落去了，会一直发烧，3-4天烧搁退。你若无去看医生，你着看你诶囡仔伫厝安那？反复发烧，你会艰苦还是会快活？会艰苦。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台湾的医疗，也是讲咱台湾即马，你讲你会去枵着啊袂？袂啦吼，你坦白讲你袂枵着。你看咱暗时啊，7-11也是专家一四过，你要去买食的，方便啊无方便？方便啦。你绝对袂枵着。但是你真好地想象讲，咱台湾较早嘛毋是安尼，咱嘛真好地想象讲。现在的世界嘛，阁有人是安尼，甚至咱莫讲台湾以外的国家，台湾你只要离开即个大都会区，就是讲都市的所在，你去遐伫庄骹要看医生方便无？要找食的嘛，无一定遐方便的。所以你也想讲，咱伫教会的中间，无论是马街牧师，还是咱遮的社会福利机构。对耶稣以来，甚至是咱初代教会开始吼，咱初代教会一开始是受到罗马帝国政府迫害，若是安尼，去互犹太人嘛嘛迫害对无？犹太人嘛无欢喜咱遮的信耶稣的人啊。罗马帝国的政府有接纳咱无？嘛无，因为咱无要拜皇帝嘛。咱较大的问题是，咱信主了，咱无要搁拜其他的偶像，通咱读10条诫命。所以，咱信主了，咱会去拜其他的人，也是讲其他的遮个偶像会袂？咱就袂去拜啊，对无？但是咱爱知影一个背景，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是受到罗马帝国统治。伫迄个时代，罗马的皇帝就敢若神共款，莫讲2000年前是安尼啦。咱台湾即摆有咧将咱较早的领导者、国家的统治者咧当做神咧拜的无？有无？咱即摆就有啊，搁讲啊2000年前，敢毋是？只是讲2000年前真严格。但若讲咧拜皇帝时阵，你无爱拜安那？你着麻烦着真，你着真麻烦啦吼。所以，咱的教会伫初代教会200-300年的中间，其实是伫即个社会上是非常受拒绝的。一个受拒绝、受迫害的信仰群体。是安怎到后来会成做罗马帝国的国教，变成一个国家的信仰？就是因为伫困难的时阵，咱若去读教会历史，咱会通知影伫初代教会时阵，迄时阵有真侪的疾病，也是讲即款食物的欠缺、饥荒。然后伫迄个时阵，教会的遮个主教也好，也是教会遐咧姊妹也好，因会晓去分享。会晓去关心，所以有侪人安那，因为教会做遮个社会的事工，所以因就开始来追求咱的主耶稣。因为咱咧拜上帝，甲一般拜的神明有共款无？无共款。
咱咧拜上帝是甲咱讲，咱着听家己，也着爱安那，也着爱听别人。听上帝嘛爱安那，嘛爱听世间人。但是，一般你若是去一般的民间信仰，你大部分你去听哦，咱谈到咱的师会大道，你听大道的内容是啥物？保守即个师会当工，伊的家庭事业顺利，也是讲保守伊趁大钱，有吗？你有听见伊的祈祷是安尼吗？有无？无对无？咱的大道是讲为着地动的，为着风台的，为着伫咧战争中间需要困苦的人，求主安那帮助伊。但是咱求主帮助伊，咱是主的身躯，所以咱着爱通过咱家己的行动来成做啥物？成做见证。所以主耶稣伊家己的门徒交代讲啊，你去买，你去倒位看找食物来，互遮的2万人啊，是讲万外人来互因食。这个门徒嘛是真烦恼。然后有另外一个门徒就出来啊，对无？安德烈，伊就出来就讲啥物？伊讲啊，照一个细汉囡仔，啊，这个细汉囡仔身躯有啥物？有5块饼2尾鱼啊。哦，然后耶稣就摕来安那，祝谢了后就开始掰饼分互大家食。无想到。大家拢有通食，食到饱之外，佫剩偌济？剩12人啦。所以其实，像我伫华冈教会已经满5年吼，已经第6年。阮的教会本来当讲因的观念嘛是足惊讲啊，有时阵开放伤济要来募款的团体，要来教会奉献啊，要来募款。啊，咱就想讲，有的当讲想讲。啊，咱的教会吼，若是互较侪单位来吼，安尼对咱家己教会奉献减少。啊，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安尼想无？你安尼想袂？哦，感谢主吼。啊，但是较受影伫无共款的教会中间，有人会烦恼，有人会烦恼。但总是，我著甲因讲，我讲你毋免烦恼。上帝若有感动人，人有感动，伊家己会安那？伊家己会照伊的能力。来奉献，对咱教会的奉献袂有任何的影响。然后，伫过去这5年的中间，感谢主，互阮的教会伫这5年的中间，每一年的经常费无较少，是一年比一年安那，比一年搁较济。所以，其实咱的教会奉献袂因为咱对别人有付出、有关心，然后咱就无关心咱的教会，敢有可能？其实袂安尼啦，其实袂安尼。吼，啊，咱教会中间若是有能力的人，其实伊对一个奉献，甲对2个奉献，对来讲，毋是介大的影响，吼，毋是介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我拢会定定互相鼓励阮的同工讲，无要紧，咱会使做，咱就去做，咱尽量做。吼，包括咱要办教会事工嘛共款，咱会使做，咱去做，咱免先烦恼讲，即个有法度负担嘛，无法度负担，因为。你便若是开始去推动遮个事工，咱教会的姊妹伊有参与伫内底，也是讲伊的视线，伊家己有感动，伊就会关心即项事，伊就会提供即项事的啥物的需要。所以其实伫咱教会内面，咱常常拢会看见讲，主耶稣的身者其实一直伫咱的中间，将来就毋捌消失去，除非一项事，啥物事？咱无信心啦。当咱愈无信心的时阵，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咱就安那，咱就无爱去做。然后上帝已经准备好啊，要叫咱去做，咱嘛共款袂去做。啊，咱毋去做，其实你放心啦，你无爱做，上帝就会叫别人做，你要信啊毋信？哦，所以你袂感觉讲，即个社会你咧看新闻，你看人咧艰苦，啊，咱无做对无？啊，咱看到新闻，咱敢有做？有无啦？坦白讲，咱可能无法度，因为咱有咱的生活爱过，对无？但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敢就无人咧做？对啊。所以，人就有信心，咱就安那？咱就无信心。所以耶稣伫互这个查甫的5000人食饱了后，过当日。伊去到伫即个加利利海另外一边，然后才会前一天有得到食饱的人，因要找耶稣找无，所以因就安那，
因就共款有几落个人坐船过去即个对岸要来找耶稣，伫加比隆即个所在。哦，咱来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24节，咱伫遐看见讲，即个人军队耶稣去到伫加比隆即个所在，然后伊就甲耶稣讲，伊要继续军队伊。耶稣甲因讲：你毋通为着会歹去的食物来操烦啦！啊，咱毋通为着会歹去的食物来操烦。咱有常常为着会歹去的食物来操烦袂？会袂？他袂讲咱会啦，他袂讲咱会。但是，这个好亲像伫咱教会吼，其实咱伫教会差不多拢有做过无共款的社区事工。比如讲有即个长辈对无吼，像咱是公务的，可能咱伫楼梯伫楼顶，咱较无落做即种事工。啊，有的教会有做即个长辈的即个长照据点，有啊无？吼，啊，你拢会听见，才会做社区事工的教会同工咧分享，伊拢分享啥？伊拢分享讲吼，阮教会做长照事工也好啦吼，阮教会做客服事工，客服恁知影无？啊，客服就是讲吼，才会附近学校的，才会也是讲家庭的囡仔来咱教会安那。类似敢若安亲班安尼，对无？咱教会提供场地，提供人的资源，甚至提供点心，提供师资。啊，伊会使拜一甲拜五逐工来。啊，有诶长照据点是一礼拜来5天，一礼拜来4天，一礼拜3天不定。但是你就会听见因讲啥物？因讲，阮伫教会吼做遮侪事工吼，啊，毋过社区遮个人吼。便来叫因来教会礼拜吼，因要也袂，哈，足少的呢，大部分拢足少的，大部分拢足少的。所以问题出伫倒位？问题出伫因干那为着遮会歹去的食物操烦，因实际上因袂为着永远的食物来安那来努力啦。所以耶稣甲当时要军队因遮人讲，伊讲恁毋通为着会歹去的食物操烦，恁着来找求迄个，互恁会当永远活的食物。然后遮人就讲啥物？你若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你就看见讲，因甲耶稣讲，啊无你看你当惊啥物新热，互阮来相信你无？因遮人是前一工。得到食饱了，甲继续来跟对耶稣。但是伊甲耶稣讲的时阵，因共款讲啥物？讲啊无你阁会当变一寡啥物物件互阮无？互阮看卖啊无？咱有共款是安尼无？会袂？咱咧做即个社区的事工嘛，常常是安尼啊。咱一直去关心，咱一直去陪伴，咱一直去帮衬。但是遮个人因感觉有够啊无够？无够，其实毋是感觉无够，是因为因无要追求迄个真正永远活的食物。所以伫真侪教会伫咧做这个社会事工的时阵，其实真侪咱的即个有经验的人拢已经会讲啦吼。伊讲，敢若譬如讲天主教会嘛共款啦，吼，咱基督教会嘛共款，咱拢会存一个观念讲，咱着做咱会使做，其他着安那。其他就交互上帝。咱只会当安尼讲尔吼，但是咱会看到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就是人永远拢咧找求迄个会歹的食物。无论是出伫信仰的拜拜，还是讲伊伫伊的家庭生活中间拄着困难，伊便若要超找，拢是要找方法，要找资源，伊永远无想要改变。但是咱的主耶稣甲遮人讲啥物？讲恁所爱做的工课只有一项尔，倒一项？恁着来信天父所册迄个啦，就是啥？就是我，就是耶稣本身。这够较简单。你想这项代志困难还是容易？对侪人来讲真困难呢。敢有遮好康的代志？耶稣讲。我是对天来的饼，对天落来真的饼。伊咧讲啥物？咱若读约翰福音书第1章，咱就知影讲，约翰福音书第1章伊有讲道成肉体对无？踮伫咱中间。即个道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耶稣对天圣神，互即个玛利亚呐感恩，所以伊降生伫咱的中间。所以伫即个所在，伊讲对天来的饼的意思，有一个意思是安尼，就是讲伊是圣神，互玛利亚怀孕，然后上帝家己道成肉体伫咱中间。所以伊讲即个对天来的饼，比较早吼，即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伫遐咧食玛纳呐，有搁较好无？有啊，有搁较好。耶稣是迄个对天来的饼，伊是上帝，总是伊家己道成肉体，降生伫咱的中间，诚做咱的帮衬。不过咱要看的嘛是干那要伫遐的玛纳尔。所以这以色列人，你伫约翰福音书第6章，规章拢咧讲即个相关的记载。这个人因就感觉讲，我干那要看到迄个真正的饼，我才要相信。其他你甲我讲的安那，我实在是真恶咧接受啦。啊，咱嘛共款。咱无论基督教教会，还是讲基督教的机构，伫社会做偌济即款社会福利事工，拢共款。你会看见人的问题拢是共款。伊去社会福利机构，还是讲伊来教会，伊要提的拢要提啥物？拢要提迄个啊，看偌济钱会当甲我斗相共无啦吼？啊，看阮兜有困难，你会当安怎甲我协助袂？啊，你只要你甲讲。你来信耶稣，你的心、你的性命、你的观念会得到改变。伊会相信啊袂？伊袂相信。所以你伫约翰福音书中间，你会看一个主题不断重复出现哦。遐个人就是毋相信。无论耶稣行完新家了后，遐个人嘛共款毋相信。耶稣甲因讲足侪道理了后，遐个人共款。是安那？是毋相信。总是咱伫教会聚会久久，咱的确知影讲，咱相信耶稣就是迄个会赏赐咱永远活命的主。因为咱有即个信心，所以其实我伫教会内底看过真侪见证。我伫教会中间有一对翁仔某，伊嘛是华冈教会啊51年前开始设的时阵。因就开始伫遐聚会，一对老兄弟姊妹，今年已经80几岁。我来教会时阵，伊的3个囝拢已经无伫咧啊。因80几岁，因3个囡仔拢无伫咧啊。我就感觉讲，哪会安尼哈？我就有私底下去问咱教会兄弟姊妹同工啊，伊就讲，因迄个细汉的查甫囡仔，伫足早进前，有一摆暗时拜六要来聚会时阵，徛卡车出车的，煞安尼来转去上帝遐。啊，过来就是伫咱总会咧庆祝150周年的时阵，啊，咱毋是去拿口嘛，大家过去，他10年前对无？哦，咱去拿口遐咧聚会，然后伊嘛去参加，但是无拍算讲因转来了后，因的查某囝因为有忧郁症。所以伫厝诶，家己来结束家己诶性命。然后我来到华冈教会进前，伊诶即个后生也有结婚，也有生囝，囝嘛拢较大汉啦吼。结果因为癌症来过身。你若照你讲啦吼，一般诶人若拄着遮个代志，你敢阁有信心？你阁有愿望啊无？会有信心甲愿望袂？会感觉真困难啊！但总是我看见即对翁仔某，今年80几岁，因悠远来甲教会咧敬拜，悠远来甲教会咧学乐。啊，伊即个新妇因为大个所在有搬线，所以伊即摆伫别个所在聚会，带伊即个孙共款伫教会咧聚会。咱来教会遮久要做啥物？咱要求上帝，甲咱去外口看遐个人拜拜共款吗？你若毋信，好，你认讲你认真去讲诶，还是讲去庙外口你认真甲徛遐听？我较早嘛拜拜，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差不多拢是为着家己咧求啦。
阮兜会当平安啊、健康啊，互我的工作较顺利的啊，互我的囡仔健康到大汉啊，考试考较好的啊，有影无影？你若毋相信，你去徛喺遐边仔听看因咧祈祷啥物？差不多拢是祈祷遮的。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甲咱讲。主耶稣讲，咱毋通阁为着遐会歹去的食物来操烦，咱着为着迄个永远的活命来追求。所以耶稣讲，恁通来信迄个上帝，我的天父所差派迄个。所以讲，我就是迄个真的饼，恁会通来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真困难啊！其实咱真恶伫想象。当时这犹太人嘛共款啊，犹太人会当食血啊袂？会使袂？袂使。犹太人的律法中间是袂使食血，所以耶稣讲这对因来讲更较奇怪。你一个老师哪会叫阮做这种代志？这个违反律法嘛，敢毋是？但是耶稣咧讲的迄个食伊的肉甲伊的血，到底是啥物意思？有的圣经学者伊会讲，这是咧讲咱所守的圣餐。咱大概守圣餐，咱的牧师咧主持圣礼典的时阵会讲啥物？耶稣讲，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安为着恁所拍破。这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是毋是？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会讲，咱今日所读这段经文51节到第58节，是咧讲圣餐。有的圣经学者讲，毋是咧讲圣餐，是咧讲啥物？是咧讲你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道成肉体，对无？所以你若是读上帝的话，就敢若读啥物？敢若咧食上帝耶稣的肉。所以有人是甲讲，你读上帝的话，就敢若咧食耶稣的肉共款。咱嘛定会讲啊，你若读上帝的话，逐日读，你会甲上帝关系愈来愈好袂？会。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伊会去解说讲，所谓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就是咧读啥物？读上帝的话，这是灵性上的。但是有真侪圣经学家因讲，伫耶稣咧讲这段话的时阵，迄时阵无圣餐对无？耶稣搁咧传道咧时阵，敢有圣餐？无。迄时阵敢有新约圣经？嘛未哦，嘛未哦。所以非常有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咧讲，伊要替咱死啦。耶稣要替咱钉伫十字架顶，所以因为咱通过耶稣的死，耶稣去用钉伫十字架顶，钉伫倒位？钉伫伊的手，是毋是钉伫伊的肉？对无？有流血无？所以耶稣咧讲，恁着信天父所赐迄个。我就是真的饼，对天来的饼。恁着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意思是讲，恁着来信我，恁会通得到永远我。咱信主的人，其实伫信主了后，咱真清楚知影讲，咱有一个确定的愿望。这个确定愿望会当成做咱的帮助，就是咱已经得到永远的活命。有真侪伫教会历史上。这为着主来死的人，因有时毋惊死，因是真正毋惊死吗？因若是拄着困难迫害时阵，因拢袂疼，敢有影？无影呢。因共款会惊对无？但是为什么因有法度面对？这个信心出伫叨位？因为耶稣已经互咱啊嘛，敢毋是？毋是因为咱做了偌好。是因为咱已经得到啊，安怎得到的？咱安怎得到的？毋是因为你做啥物对无？因为你信尔。但是这个信敢有简单？对这人来讲就是困难。所以这人私底下议论纷纷啊，哪有可能？伊讲啥？什么咧食伊的肉、啉伊的血，得到永远我？但是对咱的信仰来讲，就是遮简单呐。毋是要讲叫你逐礼拜爱奉献偌济钱，毋是。
毋是讲所有的事工你拢爱参与，就干那叫你信耶稣基督，你就通得到永远活。当咱有即个确信了后，你就知影讲你有永远的活命。伫即个地球一切，你敢有需要遐操烦？有需要无需要？我定定鼓励阮教会兄姊妹，我讲咱信主的人，就算讲明仔载，咱毋知会阁醒开袂？你嘛无应该遐烦恼，敢毋是？因为你若明仔载无醒开，你就是困去对无？你困去了，当主耶稣过来的时阵，安那？会安那？会过啊！其实这是咱教会信仰上要紧。咱要追求的，毋是迄个会歹去的食物。咱咧做所有教会对社会事工嘛共款。其实咱除了看见人的需要之外，就亲像咱的主耶稣共款，伊要对这军队伊的人来讲，伊要讲，你莫阁为着这会歹去的物件咧操烦，恁应该去找求迄个会当得到真正永远活性命的真饼。所以咱伫教会久久，哪有可能关心咱社区，也是讲咱的厝边头尾，咱的亲人久久？咱共款伫咧做社会福利事工，咱每一个人拢通过咱家己咧关怀社会。咱为着风台的时阵，受灾人咧祈祷有啊无？有啊。咱可能有个人中间兄姊妹，你嘛会去捐款互遮有需要人对无？啊，你可能嘛无互人知影。但是你一定搁较清楚，你爱知影一项事，就是无论咱搁安怎对伫遮个需要来供应，但是人真正的需要是啥物？人真正的需要是一个清楚而且有愿望的性命啦。若无你去遐看吼，有心理学家咧讲啥物？讲人上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己啊。啊，你发现讲伫教会中间有真侪，其实生活袂歹过，不哩也好过，厝几落栋，钱嘛真多，但是永远拢无欢喜的，有即种人也无。咱的牧师有咧关怀遮个兄弟姊妹无？伊有欠过啥物？伊根本就无欠亏啊！伊比别人搁较好过，但是伊规工就安那忧忧愁愁，啊，都拢无欢喜。啊，若甲咱遮个教会人咧讲，就拢讲甲敢若袂输，偌可怜拄偌可怜。他咪讲我毋知伊有倒位可怜。所以其实伫教会中间，我想咱的长老也好，咱的执事也好，想讲咱的关怀组也好，咱认真有咧探访的，咱的确拢会拄到一寡，其实伫生活上伊无欠缺，但是伫心灵上伊真送向的啊。因为伊无找求真正的活命的饼，伊永远拢咧看啥物？看倒位无够啊！看厝的人倒位安怎拄安怎啊！看因厝边安怎拄安怎，看教会同工安怎拄安怎。伊无找求迄个真正的需要，所以咱的主耶稣其实一直反复交代，伊的门徒来学习。咱毋通阁为着遮个代志伫咧操烦。当咱有真正的愿望，当咱有真正得到即个应允，其实你啥物拢毋免惊，啥物代志你拢免烦恼。所以其实咱也有时阵，咱定定咧听一寡阿妈家牧师也好啦，也是讲某一寡人的见证。其实我讲的见证，毋是咧讲你种下着癌症，然后你变好，毋是咧讲即种的。我定咧讲，咱教会的见证是讲，伊拄着困难啊，但是伊犹原倚靠上帝。我定咧讲的见证是讲，伊伫绝望的中间，但是伊犹原阁愿望即款。有真侪兄弟姊妹伫临终的时阵，咱去带祈祷，你会看讲伊心内就有平安的，甚至伊可能已经艰苦几落年啊。但是你变下去甲看，伊都会甲你颠倒转来甲你安慰，会啊袂？捌拄着即种的无？是安怎？伊伫艰苦的中间，
毋是我得癌症啊，毋是我咧艰苦啊，我去甲看，结果安那？伊佫甲我鼓励，然后牧师啊，你吼这服侍真辛苦啊，你着爱我靠上帝啊，你替我祈祷就好。你捌拄着即种诶兄弟姊妹无？捌无？捌啦。是安怎伊才有见证？伊是读甲歹去吗？我想伊毋是读甲歹去，伊是因为伊真正知影讲，伊诶性命伫上帝手里。伊真正知影讲，有一日就算讲伊互上帝接去，伊会烦恼袂？伊毋免烦恼啊！有啥物通烦恼的？你甲我讲。所以，恳求主帮助咱。咱伫今日经文了后，你佫继续看落去。群底耶稣才会门徒中间，佫有迄个无信，然后离开的啦。佫有啊。所以求主保守咱，愿主的心帮助咱。咱一定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可能会拄着咱心软弱的时阵。但是当迄个时阵，咱只有靠着祈祷，我靠信心来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主名天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生伫阮的中间。主，伊就是迄个对天来真的饼。主，你甲阮教导讲，通过食你的肉、啉你的血，阮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主，这是何等困难、恶得想象的代志。但是阮深知，主你已经为着阮牺牲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阮就得到救赎。因为你有对死内底过我，所以阮有得到过我即款的愿望。恳求主你也帮助阮。会当搁较清楚明白，主你一直咧关心阮的需要，主你也看顾阮的欠缺。伫阮常常拄着困难的时，你透过无共款的人，你透过无共款的即款的帮助来帮助阮。总是阮袂通一直咧叫主你继续展新者互阮看，阮着求主你的心帮助阮，互我有信心来倚靠你。群底你，直到阮见主你的面，直到主你过来的时阵，阮要甲你同过我。阮安尼感恩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